啊，我就觉得我已经非常高深，就是我已经得到圆满的一个觉悟啊，你什么都不用修，你要修的话，就密法里面说的，你能够得到那个升起那个我们要灭法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升起次第已经修了非常了不起的，或者是升起次第的一个觉悟已经得到，你就什么都不用做功课那其他以外所有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的反复的一个人，非常频繁的人，我们要修，努力修有菩提心。三业有光，他提的加上讲究认真的这是该继续的，你能力你给兵部的讲究是也是。好，最重要的就是修持道次第。在道次第的精华也好，它的精髓就是菩提心。你哪里讲究什么的？这菩提是人们把每日日动都干的，引起的行功夫切讲，三界有包括的越众生也有有什么啊？讲究一生那个定力，这样子看了就我们呢，三界有人做控制下，这个好的也有多一条嘛的是，众生的也怎么做是吧？讲究一生那个定力是吧？呢？好，如果说没有菩提心之上，修持什么样的法，不但是不成为成佛之因，也更加这个丝毫无法接近佛果位。讲究你圣上了马刚的大，这就是刚刚讲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思维任何一丝的菩提心的话，这样的意思啊。对，没有菩提心的，我们没有那个念头，至少念头里面有这种菩提心的那个想法，没有这样的心态，对吧？我们下面观想什么，修什么样的本尊，修什么样的本尊的仪轨密法，任何观想，就你不成为佛那个什么三界有包括成佛的那个正因呢，不会就是成为。那我们所以说我们平常修仪轨的时候，前面的一定要念那个皈依发心，皈依发心，所有任何的仪轨上面一定要念皈依发心。原因是这个，皈依发心这个要提醒我们，先要观想菩提心，至少要想法这个念头正确的念头，菩提心的接近的一个心态要升起之后，就修下面的那个修行念佛，什么样的念佛的话，那就会变成它是那个佛那个对不对？变成那个佛果真因力嘛，那个成佛之因成佛真因力不然就是没有办法，没有菩提心的话，我们现在真正的菩提心不可能，是不是？而是有些可能会我也没有，所以说要接近的一个心态，接近的菩提心的心态的那个念头，这个很重要。他这个心培养，到时候会变成菩提心。没有，我们没有种子那就是很可是我也在圣上不久，善心，善心没有这个，那菩提心圣上不久，把这个所以呢，至少或者说起码要有善心好的善心。第二呢，讲就是那个糟的话。如果说有了好的善心的话，这就成为菩提心的根基。对嘛都讲究圣我一定要做靠谱的嘛，对不对？要不然呢，是要讲起真正的菩提心的话，对我们来讲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就当地的人在三界有好方的就说那个什么，人家通常比特多让不是，通常比特别的，却搞的2年7个月是，却搞的2年7个月，前2年7个月是我的，他说好，所以呢，当问起的时候，修持什么样的佛法的时候，就要
讲说修持菩提道次第。看的我不了解了，我们搞过的吧？因为问起说你在观修什么？当问起这样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也是很喜欢观修打坐。哎呀，讲究生活比较少的。就是这个时候要回答说，在打坐观修菩提心，要这么回答。那讲究生功夫有的时候，可多我讲究生，你就马下去，我当时人不打过的。所以呢，当这样回答的时候，不是说直接就已经抓住了，说是观修菩提心，不是这样而已，必须要理解，观修菩提心的次第。哎呀，慎重的讲了，我大姐，三姐我们，这个生的改吧，狼慎重的讲了对不对？他这里讲究生的，我把狼讲究慎重的，讲了对不对啊？讲了。所以呢，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菩提心的升起依赖于修心教授等情况。讲了没吧？当这里因为这里区别讲了，这个到过地狱嘛的。好，若没有教授或者若没有讲解的传承的话，是不会升起正量觉悟的。哎呀，这因讲他讲了的对吧？是的，还是我自己我也听的。正因为这样的关系，才把教授的传承视为珍贵殊胜。但是老板的态度总是跟经理嘛的。不是说手上有了法本，不是说这样就可以了。往过去，别说老板的态度上，别说别个人家老板的态度，大老板经理要上，讲老，就是这体育的、农业的，这个买嘛钱买吧，真的，来点这的，就朝那当地的忙不多。有人或者说大部分以为手上只要有了法本，就以为就是说这样就足够可以了这样，但是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讲解的传承，或者说教授的，或者说口传的任何的传承，以为自己书上有了一本法本，有了一本书，然后自己看，以为这样就够了这样。好的，听着了，这一章就是说农民的体育上的透过。之所以呢，必须要获得过所谓的讲解的传承与这个所谓的口传的传承，必须要得到过。农民经军刚开始买法之前的，所以2年前了，到我家要么就没得钱了，赔你嘛的。好，若这个没有任何一丝的这个口传的传承或者讲解的传承，自己修起来不但不能升起正量觉悟，教别人也不会有利到他人的。别的叫的，前面看不见呢，说东西嘛的话，这个奇怪也是。这个呢是举什么样的例子呢？比如说沙子，干的沙子，你再怎么在手握当中怎么样握紧的话，也挤不出任何一滴的水分。这个奇怪。这个跟同样的道理。那这里应该印章目前的慎重的讲了对不对？不能水路都对西山，我们都接到送的时间能说，讲究身体偏远的当用光包了这些，原来讲究慎重的讲了对的当不能马戏意思，讲究慎重的当不马戏，我得讲了。好，之所以呢，修持菩提心的第一个就是需要修持知母。你原来给我什么搞完意思？马店呢，今天说原来起码能没用，年天结果马戏生意的也靠不来。所以呢，要修持知母，能够这个升起知母之心呢，是相当困难的。对，马店呢，我们的原来那就正定了。若没有升起知母之心的话，后面其知因果的后面都根本没办法升起。原来呢，讲究生活之了。若没有这些的话，就已经菩提心就是靠边站。这里印章马戏里边靠不起来的，已经讲过。之所以呢，知母之心呢升起就是相当的困难，但是也好，需要好好的练习修持。